国际消息，先来看这美伊战争的局势。原底呢，这美国总统 Trump 伊是威胁要甲伊朗的原油关键哈格岛甲摕落来，结果几点钟后，伊煞雄雄改喙，宣布要取消这项行动，而且伊阁讲这双方真紧就会达成和平协议。消息一个出来，毋但是股市大起，这国际油价也对咧跋真济。也毋过目前呢，这伊朗的态度也是真谨慎的，因讲内部也未做出最后的决定。 为去带到握手讲和，美国伊朗的局势伫咧一天内出现戏剧性的大转变。美国总统 Trump 原底伫咧社群媒体讲，要对伊朗实施更加强大的轰炸，甚至阁要甲负责伊朗9成原油出口的哈格岛夺走。短短几点钟了后，伊煞雄雄宣布要甲攻击行动取消，表示双方的交战已经伫咧和平协议达成共识，全球平安的神经嘛暂时得到透放。 That with the Strait will officially open. As soon as we sign, which could be soon, very soon, maybe over the weekend, in Europe. I won't be able to be there, but JD will be there, Vice President, and some of the people. Steve Witkoff did a great job. Jared. 停火消息出来了后，金融市场嘛在反应，那国际原油的价格落断去。美国华尔街股市嘛因为地缘政治风险降低，全面起起哩。联合国秘书长随透过发言人表达关注，呼吁双方得要把握对话机会。虽望美国对协议充满信心，佮讲伊朗已经同意无必发展核武，不过对越南政府也未证实。حتما به صورت شفاف این رو اعلام خواهیم کرد. تا الان که من خدمتتون صحبت میکنم ما در این مورد به جمع‌بندی نهایی نرسیدیم. موضوع خب موضوع بسیار مهمی است توسط نهادهای زیربط تصمیم گیرنده در حال بررسی. 伊朗外交部批评美国在咧谈判的过程当中一直改变立场，甚至阁要增加无合理的要求，强调伊朗绝对未接受无合法的条件。这场烧3个月，互全球的能源市场霜冻的战火，虽望 Trump 临时打动啊，暂时出现和平的日火。啊，毋过双方到底敢会当伫咧礼拜签停火协议，就要看这两个国家的政治谈判底线。公司新闻，陈伟进编译。